你好啊，我係香港樹仁大學嘅社工系學生啦，我而家咧就做緊一個 project 啦，係關於香港嘅寵物友善嘅。我哋咧呢個錄影，我需要揾一個採訪者啦。請問你願唔願意做我嘅採訪者？可以㗎。我哋採訪咧係需要錄影嘅。請問你同唔同意我哋錄影咧？哦，都可以。好，唔該晒你啊。請問你點稱呼咧？我叫 Michael。我就叫 Kelvin 啊。我而家想問嘅問題啦，就係你平時咧有冇接觸過狗隻㗎？哦，都有啊！我細個嗰陣都有養過一隻柴犬，咁佢就叫波比嘅。幾年前因為佢年紀都大，因為係我爸爸之前養嘅，咁啊年紀都大，所以咧就離開咗我哋。咁我哋之前咧都有同佢即係周圍去玩啊，即係帶佢去唔同嘅地方啊。即係都係曾經有養過狗仔，係有養過狗仔嘅經驗。好，咁我就都有幾條問題都需要再問嘅。咁你平時啦，之前啦養嘅波比嗰時啦，有冇帶過佢去商場嗰邊玩過？商場都有嘅，咁即係長沙灣嗰邊都有個商場，D2 Place 咁。咁雖然你嗰個商場就即係你唔可以直接帶佢入去，即係佢唔可以喺上面行啊，但係都可以攞嗰啲寵物嘅手推車係推佢入去咁樣嘅。咁其實嗰個商場都幾好嘅，好多時候都有啲同寵物相關嘅有寵物相關店鋪啦，同埋啲寵物相關活動啦，同埋啲節目咁樣，咁都即係對於寵物都係個好好嘅寵物嘅。係㗎，因為香港咧，佢法律咧都有個政策啦，係寫住狗主啦，如果要帶狗隻啦入商場啦，係需要擺佢哋喺車上邊啊，而且確保佢哋係有天性先可以入車嘅。所以你之前可能要咁樣先可以帶到你嘅狗仔去商場入邊嘅。跟住我仲想問下，你之前咧有冇帶過？除咗商場以外，有冇帶過佢去其他地方玩過？可能我哋都會去一啲公園啦，咁但係普遍嘅公園都唔俾啦，因為比較細啦，同埋有好多人啊，咁就要去啲遠啲嘅公園，即可能係佐敦個公園，咁比較大啲啦，同埋就算即係啲人都唔會行到嚟咁樣，咁好多時候我哋好多狗主都會去帶佢哋去嗰啲地方，即係有個少少嘅聚會咁樣。咁除咗去我哋咁樣出街啦，你平時咧有冇會使用香港公共交通工具啦，去帶佢哋出街咧？呢層咧就比較麻煩啲啦，即係可以行嘅地方，即係可以行去到嘅地方咧，我哋都會用揀行嘅方式啦。咁但係因為香港嘅交通工具都唔係好接受到有寵物咁樣，咁因為可能驚整到人啊，或者係你寵物可能會唔小心可能整到人哋。咁一係就行路啦，咁再唔係咧就係只能夠係搭的士。有幾個問題啦，我都想問下你嘅，唔知你知唔知道啦？關於香港交通工具帶寵物呢件事啦。你知唔知香港咧嘅地鐵站啦，可唔可以帶寵物嘅咧？地鐵站係咪就係得導盲犬先可以？係啊，冇錯啊，香港啦，地鐵啦、電車啦，都只可以俾導盲犬上車啦。而至於小巴，你又覺得可唔可以咧？小巴我諗應該唔得，因為好細個，有世界。小巴啦就係有少少特別嘅情況啦，就至於小巴司機咧係需要通過全車嘅乘客啦去投票啦，即係問晒大家嘅意見啦，先可以俾寵物嘅主人啦帶佢哋嘅寵物上車啦。所以啦，香港對於寵物嘅主人啊，帶佢哋去寵物啦呢件事啦係有少少嘅難度嘅，因為香港普遍嘅交通工具啦都唔可以俾寵物主人啊去帶佢哋嘅寵物出街嘅。跟住啦，我就會問下，咁你平時日常生活之中啦，仲會唔會有帶你嘅寵物啦去餐廳嗰邊用膳嘅咧？我去餐廳用膳，咁呢層我就比較少啲咯，因為唔係嗰陣唔係個間餐廳都會接觸到有寵物喺入邊啊，咁可能我哋都
要即係特登去揾一間佢真係好 welcome 你入去，或者係佢覺得OK 或者可能係一啲比較大啲嘅餐廳，咁可能佢個願意去接納有寵物喺度咁先，唔係就都未必嘅。即係如果你平時同啲但係你之前帶寵物出街嗰時，你就會帶佢哋喺餐廳戶外嗰邊坐，係咪？係啊，比較多時候都要去到戶外坐，即係可能係買啲嘢食咁就帶佢可能去啲小公園好啲寵物 welcome 嘅公園或者係總之冇乜人嘅地方咁先比較合適，因為唔會騷擾到人嘅地方。因為咧呢樣我都有樣想補充嘅，因為香港啦都有個政策啦，都係唔允許啦餐廳嘅食物處所啦或者用膳範圍內啦係俾狗隻進入嘅，即除咗嗰啲可能佢哋需要煮嘅魚家禽先可以住喺餐廳入邊而其他可能狗隻就唔可以入餐廳入邊嘅，所以啦香港嘅寵物嘅主人都需要帶佢哋嘅寵物喺餐廳外面即係比較冇瓦遮頭嘅地方去用膳嘅。呢個就係我哋香港嘅對於寵物友善嘅政策嘅其中一個位啦。跟住啦，我仲會想問下你對於香港嘅寵物友善政策你會唔會有一啲讚賞或者批評嘅咧？讚賞，咁我見呢幾年可能對於寵物嘅政策可能都好咗，即係可能多啲地方會 welcome 啲寵物去或者係餐廳都可能會多咗啲寵物嘅餐廳咁但係比較唔方便就可能真係搭車方面咯，因為即係要帶佢出去玩就唔係淨係得屋企樓下公園或者係一啲嗰啲休憩地方即係如果想帶佢哋遠啲地方就一定要即係可能揀自己揸車或者係的士咁樣，咁但係呢個啲 option 就比較唔方便咯。咁如果可以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可以用去到呢啲寵物嘅話，會對於狗主就比較好啲咯。所以你都係比較想係香港嘅政策例如喺交通方面都可以有所改善嘅。明白嘅。跟住啦，你會唔會有一啲有啲嘢想分享下？例如可能係香港，你會唔會有受過喺香港其他人對於你之前帶寵物友善嘅對待咧？友善嘅對待如果唔係一個即係可能帶佢落去公園玩，可能嗰啲看更或者保安都會叫我可能要小心留意啲咯。咁佢哋都唔會話真係好唔友善咁，但係啲人可能望到都會行開一邊，即係叫佢開啲或者係咩可能驚俾人咬親咁樣，即係唔話真係好唔友善，但係都會有呢啲情況。明白嘅。你會唔會有一啲小 tips 想分享俾其他寵物嘅主人咧？小 tips 或者一啲少少嘅心得，可能你養過狗之後可以分享翻俾其他狗主。如果冇嘅話，都冇。我哋啦，因為我今次啦，我哋就搞咗一個 Facebook 嘅關注組啦，係關於翻寵物友善嘅專題啦。我哋會發放一啲可能俾狗主互相分享佢哋嘅養寵物心得或者呢個可能我哋啱啱傾過嘅商場咁咧，可以推介俾狗主可以帶佢哋嘅寵物去商場咩有寵物友善商場度行又或者有咩公園可以去行如果我哋有呢個關注組，你會唔會希望可以加入㗎？都可以。好，你介唔介意而家我加入去？好。係啦，就係呢一個啦。好啊，好啊，多謝你我今日個採訪就到呢度多謝晒。